Hello，老婆。哦，亲爱的，今天老婆叫的好有点早了，我叫你今天晚上之前我叫你亲爱的可以吗？可以。好的，亲爱的。打什么 PK？打什么 PK？你说。听说你们老家几个人昨天晚上给我说了，你和你的妹妹漂亮多了，说了，这个是真的吗？真的。你妹妹那么漂亮吗？对。她今年多大了？她今年18岁。你不用叫她亲爱的，真的。你叫我亲爱的可以。真的18岁。18岁是吧？好的，亲爱的。点再点。呀，我们两个玩一把，赢家说了算啊。好的。我刚开播，真的没有实力的。我也刚开播的，没事。今天晚上一次都没打 PK， 很多女人连我了，一个都没接。真的，7、8个女的连我了，一个都没接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因为我爱你，知道不？知道。你记住。我爱你。能不能帮个忙？能不能帮个忙？点点赞，兄弟们，一人一个小心心，团结一下，兄弟们，一人一个小心心。公车八点了一脸，嘎鲁错个下桌家，阿牛弄个爷爷用，啊哈哈哈哈哈，嘎哇啊啦，嘎哇啦，18啦，18啦。好，兄弟们，点点赞啊，点点赞，我去唱歌，兄弟们，真的。公车八点了一脸，嘎鲁错个下桌家。点点赞啊，兄弟们，点点赞，谢谢你们的支持啊！我们的点赞快到了2个 W， 兄弟们，2万个赞快到了，兄弟们，谢谢你们的支持，真的太好了，太好了。6个人的小心心，兄弟们，一人帮忙送一个小心心，可以吗？首先帮我过一下加成，兄弟们，首先帮我过一下加成。首先帮我过一个加成，兄弟们，首先帮我过一下加成，一人帮忙送一个小心心，谢谢啊！谢谢我们的1365，感谢永红哥。最后3个人的小心心可以吗？100多个人，兄弟们。最后3个人的小心心可以吗，兄弟们？最后3个人的小心心可以吗，兄弟们？3个人的小心心，不同的每人帮忙送一个小心心。首先帮忙过一下加成，兄弟们，默认这个小心心，这加油！谢谢乡巴。最后2个人，兄弟们，最后2个人小心心加油！前面没有上过的最后2个人的小心心加油，兄弟们！感谢我的92999929，谢谢你9929，最后1个人的小心心，兄弟们，最后1个人的小心心，欢迎康巴更嘎，最后1个人的小心心加油，兄弟们，最后1个人的小心心，首先帮我过一下加成，兄弟们，首先帮我过一下加成，这把我们南家群组好好让他伤心一下，真的，我赢了的好给他说什么能南家群组什么好好的说一下。最后1个人的小心心，兄弟们，不同的，每人帮忙送一个小心心，默认这个小心心，这兄弟们，前面没有上过的可以吗？点看小心心接你们吗？前面没有上过的，就1个人的小心心帮忙送一下，兄弟们。爱弟弟来了，我的爱弟弟来了，真的感谢爱弟弟，昨天晚上破费你了，兄弟。兄弟们，现在热气球墨镜有什么就上什么，兄弟们，现在热气球墨镜有什么就上什么。现在是1.5倍的加成，兄弟们，1.5倍的加成，现在是1.5倍的加成，兄弟们。我也欢迎你们，兄弟们，真的感谢我也送来的小心心。有没有墨镜热气球，兄弟们？墨镜热气球、梨花糖、棒棒糖、保时捷私人飞机那些算了吧，能算没有，真的没有，兄弟们。小星星、墨镜热气球，兄弟们，棒棒糖、梨花糖那些有的话，团结一下，团结一下，兄弟们，团结就是力量的。对面就是妈妈会跟上的，兄弟们，加油一把，加油！拿捏的死拿下来，兄弟们，谢谢曲折美女。哇，感谢我的爱弟弟，谢谢。
哎，弟弟，谢谢你啊，兄弟，昨天晚上也破费你了，真的，谢谢帅哥，欢迎永红哥送来的棒棒糖，谢谢你们。现在我们的200多个票，大部分都我们会赢的，压力不大，压力不大，兄弟们。棒棒糖、小星星、墨姐有的话，家人们团结一下，团结一下，说不定对面会偷他啊，兄弟们，真的，说不定对面会偷他啊。谢谢秋真，欢迎做工喇叭。我的老真被你们了从，再不用上，再不用上，兄弟们。时间到了，兄弟们，时间到了，时间到了，再不用上，兄弟们，他们对面偷他了，偷他压过来的。我的榜一弟弟点点关注下，兄弟们，然后我的秋真美女点点关注下，永红哥点点关注下，我也点点关注下，永哲点点关注下，兄弟们，谢谢你们。你这边偷他了啊！看了是这个这你妹妹在你一起吗？没有，去哪里，妹妹？他睡着了。我们2个打一吧，我赢了的话，你的妹妹可不可以叫过来？他已经睡了呀。这个是你的惩罚呀，他把他叫过来呀，可以吗？好的。然后我赢了的话，然后你赢了的话，我明天来，直接来你们的老家。真的。真的，我可以见你。好的。呀，刚刚那个惩罚说一下。刚刚那个惩罚，黄奕大哥，等一下，黄奕大哥说一下吗？你说我想出了真的，你说一下可以吗，黄奕大哥？黄奕大哥说什么？黄奕大哥跟 PK 之间的，你自己打的呀？我想不出来，真的，我想不起。想不出来。这次妹妹见你是揭露去的。我的妹妹好看。妹妹好看多了是吧？妹妹也是单身啊。对。好的。点点关注下，兄弟们，点点关注下，谢谢你们。她的妹妹特别漂亮，不站，我不站啊？不站做。做几个？做几个？做50个。50个做多少呀？这没事的。50个做多就买了吧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我关注一下，没大概关注一下他。可以吗？呀，我做了50个啊！在这把我们2个打一把，如果我赢了的话，你的妹妹可不可以叫出来？可以。剪刀卡就点给我看我的这些要看过来啊！好的好的。啊，要看过来，我们2个说几句话啊！好的。呀，重新开始。那我输了的话。那你说了的话，你说了的话，你说，刚说你过来。开玩笑，我来不到，明天没有时间。那你做什么？我输了的话，我有一个弟弟，他是单身，可以给你介绍。不要了。真的。
真的不要。好的，那你想一想吧，其他可以说。如果你输了的话，你的妹妹叫过来啊。好的。反正我好好想看她的脸。你们老家那些的人都说你妹妹特别漂亮，说了。多漂亮，我看一下，真的。漂不漂亮？我看一下啊，兄弟们加油！想不想看他的妹妹，兄弟们？现在是双倍1.5倍的加成项，兄弟们，现在是加成。墨镜日期就有的话，现在打一下，兄弟们，墨镜日期就保时捷。大的、小的、中的，有什么礼物上什么礼物，兄弟们，现在中出一把，谢谢你们，真的。现在是双倍，兄弟们，双倍。想不想看他的妹妹，兄弟们？真的特别漂亮，说了，我们看一下。他的妹妹，我好好想看，真的。让他做成真的。这边加油一把，兄弟。家人们一起加油，一起帮个忙，不要让输针。欢迎你们到来我的直播间，兄弟们点点赞啊！帮个忙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帮个忙，一起帮个忙。谢谢白马送来的小心心，一人一个小心心准备下，兄弟们，一人一个小心心准备下，一人一个小心心，兄弟们，现在上！现在一人一个小心心上，兄弟们，一人一个小心心上，就这样，兄弟们，就这样，一人一个小心心上，一人一个小心心上，兄弟们，一人一个小心心，还有上，还有再上2个人的小心心，可以的，兄弟们，再上7个人的小心心，前面没有上过的哦，加成你妈了，7个人的小心心，能不能加长过一些？加长这样的话，我们能看得到他的妹妹啊，兄弟们，真的，他的妹妹长相特别的好，说了，真的。不要让输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我操！你的妹妹叫什么？不要让输好不好，家人们，一人送一个小心心，可以吗？家人们，一人送一个小心心，能不能一人送一个小心心？7个人的小心心，7个人的小心心。7个人7个人的小心心，家人们，加长过一些，加长过一些，可以吗？谢谢，送小心心。最后20秒，这个过了以后，兄弟们，日期就墨镜、梨花糖、棒棒糖，有什么上什么，兄弟们，有什么上什么，兄弟们，加油一把，真的加油一把。谢谢，6个人的小心心，加油一把，兄弟们。最后差6个人的小心心，家人们。5、4、3、2、1，兄弟们，现在开炮！现在开炮，兄弟们！一起加油，家人们，一起加油，不要让输，好不好？不要让输。大的、小的、中的，有什么上什么，兄弟们，有什么礼物上什么。现在中出一把，兄弟们。现在中出一把，兄弟们，现在中出一把。不要让输，好不好？不要让输，家人们。一起加油，好不好？家人们，一起加油，好不好？一起加油。谢谢1376送来的这么多小心心，真的非常感谢。谢谢1376，其他的兄弟姐妹们有没有墨迹日记就兄弟们，墨迹日记就有没有？墨迹日记就没有的话，压力有点大。感谢1376送来的玫瑰花。谢谢1376再次送来的玫瑰花，谢谢。谢谢加油送来的这个小心心，欢迎康巴汉子送来的小心心。不错，你们团结很大呀。跟着把你的家人们那些。一起帮个忙好不好？最后1分钟的时间，兄弟们加油一把！最后1分钟的时间，兄弟们加油一把，加油一把！对面绝对会投胎，兄弟们，对面绝对会投胎，你们老总。最后1人1个墨镜，加油，兄弟们！5个人的墨镜。最后1人1个墨镜，兄弟们，一人1个墨镜，加油！感谢我们的康巴汉子哥、康巴切林哥送来的墨镜。最后4个墨镜，加油！4个墨镜，加油，兄弟们！最后4个墨镜，4个墨镜。第2个墨镜摔了，兄弟们！第2个墨镜加油！第2个墨镜，或者是1个日期就，或者是1个日期就，兄弟们！还有4个墨镜加油，兄弟们！感谢我的康巴切林哥，谢谢。还有4个墨镜加油，兄弟们！对面来了1个日期就的话，我们压不过去，真的压不过去。
最后4个墨迹加油，兄弟们！最后4个墨迹，最后4个墨迹，或者是一个热气球，兄弟们！对面来了一个热气球的话，我们再给敌人点泥嘛，俄罗斯去他妈这里加了嘛！4个墨迹加油，兄弟们！4个墨迹。啊，完了，是啊，吧，他掉了，他会上来的啊！他掉了，他等一下会上来的，兄弟们！你们的票不会浪费的哦，我就让他干干净净的做惩罚啊！真的。妈的，那你在哪里？康巴哥，我在家里，在成都。家人们点点关注做起，点点关注做起，这里耿直白的免费的关注做一个好不好，兄弟们？真的180多个人，今天晚上能不能100个人关注下？今天晚上能不能100个人关注下，兄弟们？关注加油啊！他马上会来的，兄弟们，真的。冷的夜，刚刚等车都起了，等你心情能有么结？怎么了？断播了。断播了吗？没事。那你妹妹叫过来。等一下，马上就过来。好的，马上叫过来。你的妹妹叫什么名字？嘎桑垃圾。嘎桑垃圾叫过来。嘎桑垃圾，我看她的脸漂不漂亮？好好看一下。的。我等一下。他起床的话，这里来。在起床吗？在起床。真的有点麻烦了不好意思。没办法，实力不优秀嘛，我赢了嘛。你的妹妹叫出来，如果我的眼光里面你的妹妹还可以的话，我们两个之间爱情的关系谈了的话，你不会生气吧？不会的。好的，那就可以了。那嘎桑垃圾叫过来。他的妹妹非常的漂亮，说了兄弟们，我们看一下啊，真的。他来了。他不能看。我不行，我太丑，发誓，我说实话。什么说实话太丑？我看一下可以吗？不行。这是你姐姐的惩罚呀，你不做姐姐的惩罚吗？做惩罚吗？姐姐，你们两个关系不好，这样的话真的，你不给我面子可以，你不给自己的姐姐面子不给吗？给个面子。不给我都无所谓，真的，我只是想看你。打在机车之后。不行，必须要看2分钟的时间。我们两个前面已经说好了。一点看，就想让姐嘛，这片的等到那么才不觉得。我太丑了，不行。没事，看一下嘛呀。没事，哎呀，放松，不要着急，慢慢来。我真的太丑了，发誓，我说。真的想嘛呀？你不做他的惩罚吗？不做。你不喜欢姐姐吗？真的。真的是。那我直接来你们的家，我当你们的妈妈可以吗？他说我当你们两个的妈妈可以吗？反正你们两个都没有给我嘛，对不对？对。他们两个都没有老公，兄弟们。那我直接来当你们的妈妈可以吗？看过来，必须要看过来，真的惩罚我。看过来，必须要看过来。他说一点的看一下。必须要做，惩罚必须要做，真的。惩罚不做的话，以后没人支持你，知道不，白马？真的，以后的印象特别差，特别不好。这样惩罚不做的话，以后的印象特别不好。我直播间里面现在2500多个人一直看着，真的。惩罚不做的话，真的没有。一点点看。再看一下嘛。真的我没有看到。我不知道，我不行，刚刚没。
真的我没有看到。说不能断播了。如果不想看，发誓不想。他怎么办？他不看。他不看的话，你过去昨天晚上那个空间最大的那个地方去，好好跳舞，真的好好跳舞。要不你跳舞，要不你妹妹看。再看一下呀，那个是什么意思？真的。他不能看，真的。你这里跳但你过去跳舞，那他不看的好。哎呀，我不能跳呀，真的。你也不能跳，他也不能看，那你惩罚不做吗？真的是。那你这样的话，我发誓我不喜欢你啊！我直接去南家群所那里啊！真的我不喜欢你这样的话，没必要，真的是时间。他不能看呀，一点点看一下嘛，真的没事的。这个惩罚。太丑了我今天不方便跳，明天跳。那你今天为什么不方便？今天晚上什么不方便的原因？不方便，真的。那看他，真的。好的，等一下就看，等一下。不看的不用。再看一下。哪里？什么意思？要生气？这样子看，这样子那就可以。400多个人没关注的关注下，兄弟们，真的。好好看一下，没事，真的是一大盆的是的，嘎鲁这里谁都得陪你妈了。不能这样。哎呦，他真的是怎么了？这样就看就可以吗？不行，让他好好看一下。这个不行，好好看一下也没事。这样就看没事的。哎呦，不想看，没事的，这样就没事的。那我问你一个事情啊，你好好说一下啊。好的。那你妹妹叫什么？嘎松拉西。哦。你觉得我来你们家妈宝的好怎么样？很好。真的。那妈宝来完了以后，你们2个都同意我啊？我不是。你不同意吗？我前年搞娘兵都能对几么子？前年搞娘兵嘛都能俺妈把我妈的。你妈了不来？看一个女的来妈把那么远地方去干嘛？我疯了吗？真的。你妹妹不看的话，让她唱一首歌，我们听一下。好的，那你唱歌嘛。真的不看就那唱歌。我第一个要，再也不能说。唱歌，你什么都不行，什么意思？什么都不行，我发誓。咱们家没有关注的，帮我关注一下家人。快点唱歌！哪个唱？你唱吧，我不唱，真的，我昨天唱完了。他听过。好嘞。你要么这什么？他唱了，真的，唱歌都行。等一下，那个唱一下。没有关注的关注下直播，没有关注的关注下，兄弟们，很多天没有正常直播，昨天晚上和今天晚上好多了，430多个人，刚出8点，图像旁边这里按一下，免费的关注做一个好不好，兄弟们，真的，谢谢你们的支持。我平时搞笑直播、唱歌、聊天、祝福什么都可以，真的。这个不能，装东西怎么的？再不唱吗？再唱，会唱。再唱嘛，也不用浪费时间，真的。谢谢宋秀秀。现在宋秀秀的。第一个是什么的？才会唱首。断播了。会断播了。我不会唱，不会的，什么都不会。你唱吧，我唱完了。别嘛。一个吧。
那你去你妹妹的床睡在哪个地方？你给我说一下，过去肩头转一下。他唱歌就行，他唱，马上要唱，真的，唱那个唱，像不唱歌呀，也不看呀，那只能去看。刚刚那个唱，他睡在哪个地方？我看一下。小萝卜在哪里？他唱歌。再唱嘛呀。我长大了，告诉我哪个快点你唱一下，一点点唱，自己呢。天地间的冷漠，那最兄弟的正在最阳光，谁说两个我牡丹花样子，都是了江草云着的我梦。哦耶耶，从这若呀两个呢，也是真比我拿起了几年。唱完了。好的。这个大部分都是贝妈做的声音，我听不到他的声音。那没办法。咱还要打的好的，你们两个没做惩罚吗？打什么嘛？真的。打，我做惩罚。啊？那你跳舞也不行嘛？打做什么嘛？做圣诞就可以。对面是拉多的。圣诞做的可以。可以做服务者吗？服务者。服务者不行吗？让你妹妹做嘛。好的。服务者这样。服务者可以做吗？服务者我可以做的。你惩罚做的，你自己。但是那别人搞的接着，我可以做的嘛？那个是谁？那个是我弟弟。哦，弟弟妹妹都在这吗？哎，弟弟赶紧睡觉嘛！弟弟那么晚不要熬夜他，真的。让他睡觉。好。弟弟睡觉啊！哥哥过几天回来你们的家啊。为什么我做不了这？我也不。那你跳舞。他真的是拉肚的，他们两个是拉肚的兄弟们。那你妹妹跳舞可以吗？哎呦，他不会，现在不方便。好的。那怎么做惩罚？吹脏吧，我吹脏吧。不行。吹脏吧干嘛？要不你来跳舞，要不你妹妹跳舞。送的人气票。看吧，多几个，今天下午小号当不了。等一下，和妹妹说一下。他做不做惩罚挨的？我的人气都下去了，真的是。好的，他会做的。我说，让他说跳舞说嘛。可以跳吗？等一下。你得帮忙的，你了，满意给你面子这次可你妈了操，哪家群组经常对谁了？这样的话，哪家群组更伤心呀，兄弟们，对不对？哪家群组在看你？没事。让他跳舞，可以。可以吗？我们说。那重新开始。聊聊看你小西瓜。好了。西瓜不下这个真那么对比子嘛就那么这个去嘛的。兄弟们，一人一个墨镜，现在是双倍，兄弟们，一定务必的加成。现在是加成的时间，兄弟们，一人一个墨镜加油，或者是小心心棒棒糖。热气球，兄弟们，大的小的中的，有什么礼物上什么礼物，兄弟们，现在。谢谢。有没有墨镜，兄弟们？有没有墨镜，兄弟们？有没有墨镜，兄弟们？加油一把！你们了从墨镜。一起帮个忙，家人们一起帮个忙。欢迎阿大哥。现在不要让我们说。加成时间到了。这几天人气都下去了。不要下去了。你们两个一直不做惩罚，所以就人气掉了呀。真的。好不好讲？你们两个不会玩抖音这真的。这样的话，人气永远不会上来的，真的。
一起帮个忙，家人们一起帮个忙，好不好？一起帮个忙。小心心，墨镜有的话，家人们团结下，团结下，谢谢你们。这把打完了就我们去南家群组一起打的好一点，真的，跟南家群组一起打的好一点，兄弟们，谢谢1376，谢谢万哥送来的小心心，谢谢你们的支持。一人一个小心心准备下，兄弟们，一人一个小心心准备下，好不好？一人一个小心心准备下，兄弟们，13个人的小心心。没接上他把小心心，没得这个小心心这节奏的兄弟们，一人一个小心心，速度最快的兄弟们，最后12个人，11个人，11个人小心心加油兄弟们，9个人小心心加油兄弟们，8个人，7个人，6个人，5个人，4个人，4个人的小心心，哦，加成够了，你妈老祖，加成够了，谢谢你们的支持，真的，加成够了。我们家人们有没有墨镜？有墨镜的话，帮忙上一下墨镜，兄弟们。把对面的这个血态压一下，兄弟们，真的，他妹妹跳舞，他们老家那边是他妹妹是第1名说了，真的，跳舞是第1名。我看一下好不好，跳的好不好，看一下就知道了。娘死了，这做了为娘个我梦。啦哩啦啦啦，梦啦哩啦啦。他们2个是那个是是吧？好看是吧？对，人家就这样说的。现在是1.5倍的加成，兄弟们，有没有墨镜热气球？切兄加油，难得看了见了，票多路跑些人，看你哥哥一起加油一把，这把墨镜有没有？墨镜棒棒糖、梨花糖、棒棒糖，兄弟们，梨花糖、棒棒糖，墨镜有的话，兄弟们，现在是1.5倍的加成，兄弟们，1.5倍的加成，真的，加油一把，加油一把，兄弟们！最后30秒的时间，兄弟们，时间不多了，真的。这把加油一把，兄弟们，这把加油一把，有没有热气球，兄弟们？谢谢响巴哥送来的么么哒，有没有热气球，兄弟们？热气球有的话现在上，兄弟们，热气球有的话现在上，真的。有没有热气球，兄弟们？热气球，没有热气球的话，他干梦着这，哎呀妈，天天不要你妈了。